咩问题就咩个客栈，侬客栈什么话？后面的都侬客栈什么话？我娘没播亚米欧元做工，俺来忙。我娘没播米元做工嘛，我娘没播亚米。亚米欧元做工嘛，做工。做工嘛，阿难忙，阿难忙很主播，玻璃呢，滚滚面，我娘，没播亚米，我做工嘛，阿难，我娘没播亚米欧元做工嘛，阿难俨然忙，俨然就是快活了，俨然，阿难忙俨然。我娘没播亚米欧元做工嘛，阿难忙俨然天要黑了。油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油面努力向上，死不怠惰，祝愿油面事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龙龙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